日本即马佮推出一款电动，叫做幻兽帕鲁，拯救全世界。在电动内底有亲像 Pokemon 的生物，佮有对战的生存游戏，吸引到无共款类型的电动迷众。在航空开发群岛，大家爱努力战斗进化，用帕鲁球修复100种帕鲁生物，将无共款机能用来做造机、建造基地，或者是斗阵战斗、开疆辟土。这款由日本小开发商 Parky-Pearl 推出的电玩幻兽帕鲁，1月底上线马上红起来，在游戏平台创下200万人同时上线纪录。受到上济舆论的特色，就是游戏当中各种帕鲁外形甲任天堂的精灵宝可梦是真同款。ポケモンのパクリでポケモンが銃撃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するゲームがあるぞみたいなので、ポケモンに似ている部分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うじゃない、オリジナリティな部分もあるし、結局そのポケモンには建築っていうのは、そのものを作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はないけどパルワールドには。大家应将无路用帕鲁分析煮来食，农业真做苦工，直到配件培育更较强大的一代。拼命对战，更结合全门的生存游戏，虽然录到宝可梦迷上红线，不过也真做亮点。Japanese game comes out of nowhere, and that it's not made by Nintendo or not by one of the big studios in Japan, and then blows up like this, on a global scale. 帕鲁甲宝可梦有点同款，各是完全同款，游戏规则也拢无同。卡标伫法律中间地带，开发商 Parky-Pearl 执行长高波托龙表示，依法检查并无侵权。大家认为帕鲁起来显示宝可梦这几年来创新无共弱点，希望两个好的游戏能斗阵存在。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